呢個唔係門店嘅廚房，係傳統與創新火花嘅碰撞。30幾年來，有人守住呢個傳統技藝，有人勇於挑戰味覺新世紀。佢哋叫香群人，佢哋係香群35年嘅煙火味。雞有雞味，關鍵在於選用精選出欄160天清遠走地雞，仲有呢個火候嘅掌握，可以讓呢個雞皮爽肉滑。蔥油雞嘅魂在於一淋熱油可以激發佢嘅蔥香，讓雞充分吸收佢嘅蔥香味，賦予菜肴熱烈嘅氣息同埋穩定嘅味道。呢個菜先至係我哋香群人心目當中嘅始創蔥油淋雞。一個掌刀如筆，一個調味和弦，偉哥同埋林哥嘅默契，可以讓薑蔥與花蟹嘅邂逅，成為我哋粵菜裏邊最鮮美嘅二重奏。聰哥嘅鵝腸只爭朝夕，佢話炒鵝腸最緊要快、準、狠，腸鮮脆，腸和皮，搶那一口彈牙嘅江湖。當傳統粵菜遇上西式鐵板，喜哥話用一把海鹽解鎖咗牛肋粒嘅新靈魂。佢話創新唔係顛覆，係讓老手藝可以聽見新時代嘅聲音。有人守舊，有人創新，經歷無數嘅奢華，最為珍貴嘅還是舊城小菜。唯有彌漫久久嘅飯香，才能承載濃濃街坊情。所有嘅刀工、火候、創意，都指向同一個答案，讓粵菜既對得起老祖宗嘅灶台，亦接得起年輕人嘅餐台。廣州在變，香群原味不變。